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7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45篇10节到17节，创世纪第25章17节到27节，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婚约。圣经里面常常的提到婚姻或是婚约这样的概念，来谈论到上帝跟人的关系。为什么特别会用婚约来谈到信仰中人跟上帝的关系呢？根据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对于以色列人传统的婚姻文化有了解，才能够切的明白婚约之信仰意义。在新约福音书当中谈论到，所有与结婚有关的比喻，基本上都是有相关联的。迦拿的婚宴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章1到12节，这是讲到借着神迹的救恩。大宴席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第14章15节到24节。预备地方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14节，耶稣说的，他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10个童女的故事讲到婚姻当中的预备，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13节。杯，路加福音22章20节，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30节，马可福音14章22节到26节，当然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5节，这个都是讲到圣餐。第6点是那日子那时辰，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4节，马可福音13章32节到37节，路加福音17章26节到30节，34节到36节。然后一样在约翰福音14章第3节当中，耶稣提到说，将来还要回来再接你们。以上所提到的这一些经文，这一些事情，都是跟这个犹太传统婚姻有关的记载。那我们也知道，婚姻的关系在犹太传统里是非常严谨的。我们今天就用杯的概念先来分享。现在基督徒提到这个杯的概念，基本上都是留存在圣餐的礼仪上面。但事实上提到这个杯，圣餐里面的杯的概念，也都是来自于犹太传统的婚约。是这样子的，当准新郎跟着父亲到准新娘的家里面去谈论婚姻的事情之后，一旦婚事的内容经过了双方的确定，就会有所约定。这个约定呢，就是以杯来互相敬酒，并且立下誓约。准新郎的父亲还有准新郎的父亲跟准新娘的父亲，他们2个人对杯。那准新郎跟准新娘他们也交杯。
这当中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那个准新郎拿这个杯子对准新娘说，这个杯就是我以血与你立约，我决志要用我的生命来宣誓，要用生命来爱你，来保护你。所有的圣经里面有关于婚约的记载，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新郎耶稣基督宣誓用他的生命来与新娘基督徒们来立约，并且愿意以生命来爱新娘基督徒们。旧约以撒正如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虽然他们的妻子不能生育，但是他们仍然持守着那生命的婚约，愿意爱他们的妻子如同自己，并不因为是否能够生育而有所改变。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25章19节到21节记载了以撒因为自己的太太利百加不能生育而向上帝来祈求的事情。圣经记载，以下是有关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记载。以撒40岁的时候跟利百加结婚。利百加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拉班的妹妹。因为利百加不孕，以撒就替妻子向上帝祈求，上帝答应了他的祈求，利百加就怀孕了。虽然后续的记载是有关于兄弟两个人的纷争两个人的戏抢但是以撒对太太的爱却是非常忠实的。使徒保罗对罗马教会基督徒也多所勉励，特别在婚姻的关系上面，保罗面对具有希腊法律常识的罗马人，从法律的观点他开始谈起。他的重点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观点角度论到婚姻的关系，然后就再从婚姻的关系进入到信仰的层次。他就和耶稣基督一样，以当地的人最容易明白的事情以及比喻来谈到信仰。最终他就是提到基督徒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保罗说，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懂法律的人，所以你们一定会明白我所要说明的。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人活着的时候才有效力。举例说，一个已婚的女人，只要丈夫活着，就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丈夫死了，她就不再受这种法律的限制。因此，丈夫活着的时候，她要是跟别的男人同居，就会被当作是淫妇。如果丈夫死了，她在法律上是一个自由的人。要是在跟别的男人结婚，她就不算是犯奸淫。弟兄姐妹们，你们的情形也是这样。在法律上说，你们已经死了，因为你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现在你们是属于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使我们能够好好的为上帝工作。当我们还照着人的本性活着的时候，摩西的法律激起了我们罪的欲念，在我们的肢体当中发作，结果是死亡。但是
现在的法律已经不能拘束我们，因为从管束我们的法律来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不再依照这个法律的条文的旧方式，而是依照圣灵新的指示来侍奉上帝。因为基督徒的恩典救恩，借着基督所得到的，使得信他的人们都因为他的救恩的恩典，不再活在那个法律的拘束之下。因为对法律而言，我们因着救恩都已经是死了，而是在救恩的当中领受的圣灵的生命和基督同活了。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救恩的恩典，并领受那与耶稣基督所立的婚约的恩福，蒙恩得救。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君王的新娘啊，请听我的话，忘记你的本族和亲属吧。你的美貌会使君王恋慕，他是你的主人，你应该顺服他。泰尔人要来向你进贡，富足的人要讨你的欢心。在宫室当中，公主多么美丽啊！她的衣裳用金线绣成，她穿着锦绣华服，被引到君王的面前。陪伴着的他的宾相也蒙引见，他们都欢欣快乐，一起被引进王宫。我的君王啊，你将有很多子孙继承列祖的王位，你要立他们统治世界。我的诗歌要使你的声誉永垂不朽，万民要永远来歌颂你。感谢上帝疼爱我们，如同疼爱新娘一样，以生命的誓约来爱我们到底，甚至为我们牺牲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坚守与你的立约，愿我们成为忠心的跟随者。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